嚟到近期倫敦賣得最好嘅新盤County House Kingston 嘅售樓處現場。咁我隔離咧就係個樓盤嘅模型啦。而家發展商咧推出係有3棟樓㗎，一棟係新嘅建築，有2棟係古舊建築，就係分別係呢個 block 同埋呢個 block。咁發展商咧喺兩個禮拜之前咧就推出咗前面呢2個 block 先嘅。咁不過咧市場反應係非常之咁好啊！2個禮拜唔夠咧，賣咗超過60%嘅單位嘅時候咧，基本上可以揀嘅貨咧已經剩得唔多啦。所以發展商咧喺幾日之前咧好快咁樣回應市場嘅訴求，就推出咗呢個 block 出嚟。價錢咧係有所調整㗎，相比起之前嗰個 block 嘅時候咧，我諗加咗大概10%度啦，所以預計未來其他嘅部分發展商如果繼續加推嘅話咧，價錢都係會往上調整嘅。OK， 咁講咗咁耐啦，究竟1房、2房、3房有啲乜嘢好嘢俾大家推薦到咧？先講1房啊嚇，1房咧，如果係呢棟樓嘅話咧，其實已經冇咩可以揀㗎啦。咁我哋集中喺呢棟樓，有最後一個係非常之好嘅戶型，就喺2樓嘅位置，大概係呢幾隻窗嘅位置咁上下啦。咁係一個向東望住一個好靚嘅內庭花園景觀嘅一個單位嚟嘅。套內面積大概係51平度啦。價錢625000。OK， 如果2房有乜嘢好選擇呢？只要你將呢個目光咧移去呢個 block 咧，其實係乜嘢都揾唔到嘅，因為呢個 block 嘅2房已經賣晒㗎啦。我哋買2房咧，只有喺呢棟入手，剩翻最後4個。有2個咧就係向住西向出邊望翻嗰個Kingston 嘅街道啦，望翻個內街啦。咁分別係1樓同2樓。2個樓上樓下一模一樣嘅戶型，大概係咁多隻窗度啦嚇。咁套內面積大概係74平定72平咁上緊嘅。價錢大概85萬。OK， 咁而另外一隻積咧就係一個東西通透嘅積啦。咁佢有一個窗咧係望住內庭花園嘅，咁不過呢個積咧嗰個走廊位會比較多啲咯，咁唔係人人都接受到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你需要希望你個屋可以望到入邊嘅內庭花園嘅，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。3房嘅話咧，呢個 block 雖然係啱啱推出幾日啦嚇，但係3房已經賣完㗎啦。咁我哋3房咧，我哋將個目光咧，跳翻去呢個。咁有一個咧非常之好嘅3房推薦俾大家啦。咁就係呢1、2、3隻窗，再加埋隔離嗰2個小小嘅正方形。呢個係一個大平層嘅3房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呢個超級大嘅玻璃天窗咧，就係發生喺呢個屋嘅廚房嘅位置啊。咁個採光非常之好啦，再加上佢係向西望內庭花園啦，咁所以成個屋係景觀好同埋係明亮嘅。咁呢個咧套內面積大概係120個平方米，大概1300零尺度啦。咁價錢係講緊145萬英鎊。咁再補充一句啦。呢個盤車位咧係非常之稀缺嘅，所以發展商咧只係俾3房嘅買家先有權買車位，車位嘅價錢係4萬英鎊一個。